他们说的是一个区住了500人，这样算下来，我们这儿应该是2000人。今天我带大家看看这个昌吉的方舱。我后面就是那天晚上，4点多被送到这儿来的。他们结果给我安排了车，也是把我拉到这儿来了。然后后面拉过来以后就感冒了，然后就一直就也没有开直播，也没有拍视频了。中途也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打电话的原因嘛，大家都知道的。我今天带你们看看我们这个舱，体育馆这个舱总共是 A B C D 4个区，然后一个区关了大概是500人。我给你们看一看，我们在 B 区，这就是500人的方舱，你看吧，男女混住，不分男女，不分老少，都住在这一块儿，这是一个舱。我们这是在那个体育馆，这面是 A 区。然后我身后这个是 B 区，这是 B 区，然后那面是 C 区，然后我正对面这是 D 区。他们说的是一个区住了500人，这样算下来，我们这儿应该是2000人加工作人员的这些的话，应该就是一个2000多人。他们说的是一个区住了500人，这样算下来，我们这儿应该是2000人。